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9月14号，忘不掉的苦涩。耶利米哀歌3章1到42节，其中第20节这样说：我不断地想这些事，我的心灵沉闷难言。我们看到这一个经文里面有66节，我们要分作2次2天来读。这是一篇让人心碎的赞美诗。心碎还能赞美吗？心碎应该是伤心、难过、悲惨的。如果我们只看字面上这些字，当耶利米留心看耶路撒冷，感同身受的为以色列向神倾诉的这份苦楚，耶和华愤怒的杖其实是耶和华的审判。他的出手攻击使百姓恐慌自己。其中第4节这样来形容：以我的皮肉枯干来象征犹大的苦难有多深广，经历的浩劫的苦楚。耶利米很沮丧的哭喊，他的痛苦犹如幽暗死了许久的人一般。他更是以耶和华如同野兽般，像熊又像狮子，把猎物撕裂，丢弃百姓在路旁，找人践踏，无人来搭救。而这位上帝又像敌人的战士，极神准的猎人，把人当靶心，从箭袋中抽出箭来，把我的肾脏肺腑给射穿了。神让悖逆之子饱受苦草的这个苦胆，他夺去了平安，当然也夺去了快乐，成为敌人的笑柄，终日被嘲弄。我们读到这里，真的只能说心碎了，哪里来的赞美呢？有，那赞美就在于上帝是信实的。因为在22节说，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我们再一次被提醒，我们的神是慈爱的天父，愿将好东西给求告他的人，但我们必须是先降服于他的旨意。耶利米同感如此令人窒息的苦痛，百姓悖逆在脑中盘旋。我们只要早一点觉醒、苏醒，有悔改的心志以行动，才有机会重燃那个盼望。人生有很多的苦难，充满许多的不确定，但再次要说，凡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我们来仰望耶和华，静静来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来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要有信心，保持内心平静跟稳妥，因为我们的神应许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因着神百般诸般的慈爱，因他的怜悯不会断绝。愿我们能够来学习像他29节说的，人要学习口贴尘埃，脸埋于地，以口贴土。这个代表着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，不要想要用自己的意识，而且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乃是我们赶快调整脚步，我们等候神的怜悯，等候神收回他的怒气，使我们能够存盼望的心仰望救主，这一位
愿意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主。面对我们生命中许多的记忆，苦楚的记忆，或许今天这个哀歌再次给我们鼓励。Franco 他是一个在苦难中找到生命意义的。当他在帮助那受苦受难的人，真的活不下去，好几次自杀的人，他一生真的很苦楚。Franco 就问他说：你这么苦的一生，你怎么还没死啊？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？当他回忆，帮助这个人回忆在那最苦的时候怎么样支持他走到今天，这个受苦的人竟然发现了他生存下去的意义。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意义。人生这么短暂，我们竟然可以跟永恒的主有份于他永生的盼望，我们真的是何等有福分啊！我们也从他那边得着我们够用的恩典，够用的勇气跟力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主上帝，你的怜悯就像太阳东升，温暖我的心。恳求你怜悯我所遭遇的灾难以及心灵的苦闷，使我能够重新燃起内心的温暖、热情跟动力。谢谢你是以马内利的主，你要陪我一起走过这一段路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靠着主的大能，我们活出一个全新的局面，全新的自己。英年牧师祝福你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，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